这个新竹的竹北最近有真侪家长收到网络在传的这个文章，大概是相报相落，讲有这个三群人会伫个社区大楼的附近随机把囡仔抱咧走，引发到居民的惊恐。经过警方的追查，5花一场。当时有一个妈妈带囡仔要过大路，附近工地一个工人伫个路口咧做交通管制，为着安全的起见，伊就去倒抱囡仔过大路，这是要帮忙。但是这个举动煞互家长抓准，伊要来抢囡仔。尽管这个工人的出发点是好意，但是无经过家长的同意，就讲抱囡仔，已经卡到强制罪。这个工人已经向移送地检署来侦办。敢是去翕到一个妈妈带一个囡仔准备要过大路，后一尾另外一个工人打进前，敢若是要抱伊的囡仔，伊惊一条囡仔抱着赶紧走，因为这个查某人并无放弃对伫后壁。换一个角度来看，当时这个家长走去到人行道，这个查某人先停一两秒了，煞来继续进前，将这个囡仔甲抱起来。这个老母赶紧将伊的囡仔甲抢回来了，走去到对面向的人行道。我有看到类似的情况，就是他有赶快牵小孩子的车子这样往前，这样我是觉得他没有恶意，但如果他真的碰到小孩的话，可能还是会有点紧张。代志发生在竹北市胜利八街附近，网络咧传讲有一个青年随机抱囡仔，连社区大楼嘛打出警戒公告，一直到警方一个调查发现讲是5花一场。周遭应有造桥施工情形，当时现场一名男性工人于该工地周遭进行出入管制。基于考量孩童安全，便禁止抱走孩童及学步车。我们人只能在前面进行引导，这样一点恶意都没有，只是基于他的安全而已。伊讲好意被误解，是讲这个行为确实会互人着惊，因为无经过家长的同意，就将囡仔要抛弃，恐惊会牵涉到强制罪。目前这个工人已经向警方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。